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民學中醫。今集嘅主題係我有沒有信心醫治幻聽？接待處咧就接到一位母親嘅來電，佢就查詢中醫藥可唔可以醫治幻聽，而且要求同我直接通話。由於呢一位母親嘅查詢咧係比較特殊，於是我就破咗例接咗電話啦。我哋叫呢位母親做鄭太啊。嗱，鄭太咧就話佢16歲嘅仔咧患咗思覺失調，就食咗1年嘅精神科藥物啦。但係咧幻聽就越嚟越嚴重喎。而家咧就唔單止唔能夠返學，連自理能力啊都嚴重下降。佢就問我有冇信心醫返佢個仔啦。鄭太嘅提問咧都幾直接，直接得咧有少少唐突。我就好理解鄭太嘅焦急嘅心情，就好客氣咁話俾佢聽。我哋咧就醫過都幾多幻聽嘅患者，效果都好好，但係每一個患者嘅病情就唔一樣啦，唔能夠保證一定可以醫好你個仔嘅，而且我哋又未見過你個仔，又未同佢做把脈診斷，又點能夠妄言一定醫得好呢？好彩鄭太都好明白事理，都話自己太過心急啦，仲話會帶佢個仔嚟做診斷添。幻聽對患者本人嚟講咧係非常真實嘅，患者覺得真係有人喺耳邊同佢講嘢嘅，講嘢嘅內容咧千奇百怪，有啲更令人咧不寒而栗添。曾經醫治過嘅患者咧，有啲人聽到聲音咧話佢嘅丈夫有外遇，搞到佢咧整日疑神疑鬼；有啲人咧就聽到聲音咧慫恿去跳樓自殺，更加有啲人咧聽到聲音咧叫佢咧去殺人添。中醫點樣看待幻聽呢一回事呢？我哋就認為咧，幻聽係由於肝不藏魂呢一種體質偏差所導致嘅。中醫講肝藏魂，魂咧係指一種精神活動，亦都係大腦功能其中一個面向嚟嘅，由肝氣管轄。嗱，大家注意啦，中醫講嘅肝咧唔係指有形嘅器官 liver， 大家留意下。肝氣充沛同埋流暢嘅時候咧，就能夠履行藏魂嘅任務，同魂相關嘅精神活動咧就正常啦。相反咯，當肝氣唔夠充沛或者唔夠流暢咧，就唔能夠履行藏魂嘅任務。嗱，中醫叫肝不藏魂，咁同魂相關嘅精神活動咧就會反常啦，出現好似失眠多夢啊、夢遊、抑鬱恐懼、幻視幻聽，甚至會咧出現自殺或者殺人嘅妄念嘅。因此，我哋醫治幻聽嘅方針咧，就係幫患者恢復肝氣充沛同埋流暢，即係幫助患者恢復肝藏魂呢一種正常嘅功能啦。只要一旦恢復肝藏魂咧，反常嘅精神活動，包括幻聽就會消失噶啦。而家咧補充一點，《黃帝內經》咁樣講嘅：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腎藏志，神魄魂意志，指唔同嘅精神活動，亦即係大腦功能嘅唔同面向。佢哋咧分別就係受心氣、肺氣、肝氣、脾氣、腎氣所管轄嘅。任何一樣出現咗問題，都可能影響同佢相關嘅嗰種精神活動嘅。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全民學中醫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啦。